云儿，你回来啦！你是？小道天木童，无意冒犯，还请姑娘见谅。天木童，你就是那个神通广大的道士呀？哎，你让我看看你啊！哎，道长，你流鼻血了，我帮你擦擦。没关系。不能进去！在下奉命抓妖道，让我们进去！让我们进去！不行，你们不能进去！云儿，怎么回事？公主，锦衣卫非要进来抓妖道。是道长以为我被妖孽袭击，专门过来保护我的。你让他们走吧。是公主。哼，你们快点走吧。原来是公主殿下。道长，叫我乐平就好。哇，好帅呀！哎呦，我真不是故意不给你请安去的，只是最近宫里闹鬼，搞得所有人都人心惶惶的。哎呀，这么多年就没见过鬼，你还闹鬼闹鬼？你叫什么叫啊？是你干啥？我不知道啊，娘娘。不是，我真的不知道，娘娘。太恐怖了！小蘑菇，你干嘛呢？公公有鬼啊！过来！哪儿有鬼啊？那鬼不就在那儿了吗？哪儿有鬼啊？不是，刚才明明有鬼啊！刚才突然间出现在我面前了，大长手指甲子，大眼珠子，穿一身薄薄的衣服，太吓人了，太恐怖了！你知道吗？他就在那儿。哎，小老头，你干嘛呢？啊不，哎呦我的妈呀！走啊，小老头！哎，有本事你找我！我的妈呀！你快走啊，小老头！你在干嘛呢？再来一圈，要不就……太恐怖了，太吓人了！小蘑菇！师傅，我就知道是你，还好你来了，要不我就死在女魔头的手里了。他太恐怖了，师傅，太恐怖了，师傅。陶公公，我掐死你！我让你打我，我让你行。天不同道长，有什么事？陶公公，你跟这个女子认识吗？哼，天目道长说笑呢，我怎么会认识她呢？刚才我连老命都差点没有了，我回去歇着了。喂啊！你在干什么？我从今天起我就住这儿。你不能住这儿。我为什么不能住这儿啊？我小蘑菇服务的，好不容易捡来一条命回来，师傅又不要我，还不让我在这儿住，你说我容易吗？
我上辈子是欠谁的了？我师傅，你看什么？真是奇怪，你怎么能流这么多泪水？不，因为我伤心吗？伤心是什么？伤心，就是那种特别迷茫，心里乱乱的，然后没有安全感，这样子。那是不是师傅让你住下来，你就没有这种感觉了？真的吗？师傅，你答应我了是不是？从今往后我就住这儿伺候师傅了，太棒了。我不能让你伺候，不能。不能？这有啥不能的？云姑娘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带走妖女。这妖女与我有很多用途，可否交由我处置？如果我不答应呢？既然这个妖女已经被捉住，就应该尽早处理，以免夜长梦多。再说了，这本来就是我们锦衣卫的职责，你一个道长，承担不了后果。在事情没有水落石出之前，这个妖女身上还有太多谜题。况且，这个妖女是我抓的，理应由我向太后禀明此事。云姑娘这么心急，难道是想独自向太后禀明此事，独吞功劳？你要再试一次吗？走。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再大的执念你也该放下了，你就入土为安吧。公公，道长，这大晚上干嘛去啊？你干嘛去啊？六王，这么晚你去哪儿啊？此事疑点甚多，本王去找云香容。云香容。陶公公跟这位姑娘是老相识啊。道长，哎，陶公公，快请起。李妃生前善良，她死后就别让她再遭罪了。可这个人既不是李妃，也不是什么女鬼，她是一个大活人。主人，属下监视天目童时，得知原来女尸是受人控制的。静观其变。女尸被天目童强行扣留，她搬出太后，锦衣卫实在奈她无何。区区一个道士，入了宫就当自己是号人物了。放心好了，不就是个道士吗？用完之后把他扔出宫去便是。只是这女尸从何而来，你去给本王查清楚。小道天目童，无意冒犯。你说，怎么会有这么有风度的人呢？就像一个仙人一样，长得很好看。哎，公主，要不我带您去见见他？去见他，总得找个理由啊。
我们就说去看看抓的妖怪呀。好啊。哎，云儿，你看我穿这件好看吗？哎呀，公主，你穿什么啊都好看。小蘑菇，云儿，云儿，你又长个了，云儿。哎，你是专程过来找我的吗？专门过来找你的，干嘛我还在旁边啊？显然是专程陪我过来的。云儿，他是不是欺负你了？哎呀，我跟你说，你就不能惯他这毛病，你知不知道？小蘑菇，我是公主，我让谁听话，天经地义。你怎么从来都没有怕过我啊？不是公主啊，我觉得呢，作为一个公主呢，一定要平易近人。你得了公主病，你知道吗？你管我是不是公主病，你才是太监病。你再说，我砍你头。好吧，你赢了，你赢了，公主，你说吧，找我来什么事儿？道长不在啊？你说道长我师傅不在。道长是你师傅？必然的吗？要不我能跟他住一块儿吗？不想想。那如果有一天我成了你的师娘，我肯定让你师傅把所有的武功都传授给你。我师傅呢，不一定喜欢你这个类型的。我是公主，道长怎么会不喜欢我？不过，我总得知道道长喜欢什么，不喜欢什么，有什么想要的，才能博得他的喜欢，是不是啊？我师傅不吃不喝不拉不睡，一门心思捉妖怪，除了妖怪就是妖怪，他最喜欢的就是妖怪。妖怪？那哪里有妖怪呢？这儿有啊。是吗？那我们去捉一只，送给你师傅怎么样？公主，不行，我师傅让我在这就为了看妖怪的，不能看啊，真不能看。那好吧，云儿，我们走吧，这儿没什么好玩的啊，白来一趟。哎，别，云儿，公主，公主小心眼啊，没意思啊，这样。这样吧，公主，就看一眼。没问题，就一眼，好不好？看一眼，别乱动啊！我跟你说，就一眼。走，云儿。参见母后。你这么着急来找我，有什么事儿啊？天目童声称妖女身上还有秘密，要进一步研究，于是他把妖女和自己关在了一起。哦，有这等事？那你让锦衣卫赶紧把那妖女处置了。天目童说：“这都是您的意思。”是您给他的全部权利，锦衣卫也不敢轻举妄动啊。岂有此理！你快叫天目童过来见我。是。王爷，昨天的妖物你可见到是何模样？是个女鬼，面容还算姣好，但具体什么模样，属下实在描述不清，所以。王爷的意思是，说来也怪，为何太后会对此事如此上心？难道这世界上真的有鬼？等明天押送过来时，本王倒要看看这被人捉住的鬼到底是何样貌。明明都没有动嘛，有什么可害怕的？公主，你可不知道，他动起来，大大的眼睛，被手指伸出来。小蘑菇啊，我特别……这是什么呀？道长抓住了妖怪，可喜可贺。只是为何把妖怪仍旧留在宫中，不让锦衣卫处置呢？那妖女身上疑点重重，我想一探究竟。不必了。既然这桩案子已经了结了，就尽快收案吧。道长把妖女交于锦衣卫处死，免得日后再次扰乱宫廷。太后，这李妃是谁？我的妈呀！你怎么手那么欠啊？
手里拿个烟壶干嘛呀？我是啊，我拿它干什么呀？我。李妃是皇上最宠爱的一个妃子，年纪轻轻突遭不测，已经死去多年了。这李妃是怎么死的？一场大病而死。如今宫中人心惶惶，未免再生枝节，还是尽快结案为好。可是那个女人，她根本不是什么魔鬼，是个活人。什么？她是一个有着李妃样貌的年轻女子。这个女人被人控制。宫中并非鬼神作怪，而是人在作怪。再给你3天的时间，能否找到幕后主使？我尽力而为。小道长来宫中的目的，到底为何？敢问太后，您可知道日月神鼎？这是宫中的宝物，你是如何知道的？师父在卦象中看到的，日月神鼎被妖孽所纠缠，而且宫中之事多半与神鼎有关，所以派我来看看。休要胡言乱语！神鼎好端端的在皇帝手里，哪会有妖孽缠绕？以后再也不要提神鼎之事。小蘑菇，公主，哎，小蘑菇，师傅，我其实我没怎么动它，我你看看吧。道长，公主，这道长，你怎么才回来啊？我好害怕。你怎么才回来啊，道长？臭道士，连公主的便宜你都敢占啊！哎，公主，你别误会，我没误会。你个酒肉道士，不仅不守宫里的规矩，功夫也三脚猫。我现在就帮你杀了他，提前处置了他，免得你再放他出来害人。住手！公主，妖怪留给道长，你护送我回宫。公主，怎么你还敢抗命？不敢。走。那个，鱼儿慢走啊！那公主也慢走啊！师傅。哎呦我去！这个好玩，这个好玩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哎，师傅，你能不能把它借我玩啊？闭嘴！不是师傅，我绝对不会再发生今天这样的事了，我发誓，行吗？
我不相信你。还有，以后别再叫我师傅。嗯。这我，哎呀，哎呀。这个好玩，这个好玩。哎呀，好玩，好玩，好玩！哎呀，哎呀，你说说这是不是老天给我的礼物？你说说，从此以后我小蘑菇不是也有人伺候了吗？我还享福。你在干嘛？师傅，他刚才跟我玩游戏来着。滚！好的。这里没你事儿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哎呀，哎呀，住手！你是谁？为什么要害我性命？快把他给我拿下！是。说是谁指使的你？娘娘，娘娘，你有没有事？传太医。是。妖女捉住了，宫中的乱子也快平息了。太后这段时间实在是太操劳了。唉，皇帝出征，只能我老婆子来维持局面，也难得你有心来请安。臣妾不能替您分担，实在是太惭愧了。不过听说那小道士武功高强，那妖女现在就藏在他的住所。你看到那妖女的样子了？我哪敢看，不被捉住就阿弥陀佛了。
不过不知道太后要如何处置那妖女。你心软，听不得这些，还是不管为好。太后体谅我，我就是太好奇了，也不知道皇上近况如何，臣妾心里担心的紧呢。前方来报，一切无忧。要是后宫再多几个像你这样谦和懂事，又一心一意对待皇上的嫔妃，这后宫啊，可就安宁多了。太后，灵妃娘娘现在已经好转了。这太好了，我得去看看她去。太后，要不臣妾替您去看看宁妃。庄妃娘娘到。扶我起来。哎，好妹妹，快坐。好妹妹，你可好些了？有劳姐姐挂心，要不是腹中有龙种，恐怕也熬不住。没事就好，这才是福大命大呢。不过这宫中怎么就突然出现了鬼魅，让人不明白。最开始出现在宫中的还能有谁啊？只是不想让我怀上这孩子。你是说皇后？皇上这么多年子嗣担保，除了皇后娘娘的一个乐平公主之外，其他妃子怀孕就要发生意外呢。好姐姐，看在皇上的份上，替我照看着孩子。我实在是想为皇上留下个一儿半女。妹妹放心，姐姐肯定不让你们母子受到任何伤害，放心。小蘑菇，哎，别跑别跑别跑啊！往哪儿跑啊？哎呀，小蘑菇，这么久不见，也不过来给爷请安了。是啊，你看你脸都吃胖了。你们快走吧，打两下得了。我师父一会儿回来，他脾气暴，我拦不住他。我脾气还暴呢？那你脾气不好，你改改呗。你小子是不是忘了自己带不带把了？来来来，兄弟们，给他解开！来来，给他裤子解开，赶紧看看他有没有，赶紧！来，抓住他，抓住他！干嘛？解开！叫你飞了！不，赶紧解开，解开！不，给他哎，你们快！那天是不是你让我哭来着？来，哭，梨花带泪的那种哭。对，你手啥？你给我笑。大笑。怎么不会笑？是不是不会笑？教他怎么笑。对吗？是吧？悬崖勒马，回头是岸。蘑菇爷爷呢，就饶了你们。这样，刚才不是请安吗？以后每日此时准时来这里向蘑菇爷爷请安，听到了吗？饶命啊！饶命啊！哎，就这样啊，特别诚恳，特别好，就这样，是不是？饶命啊！谁呀？
哎呀！哎呦天哪！我就带他溜达溜达去。完了，这下完了，这回来师傅不骂我了。今天叫你们来呀，是满足你们一个迷思。前段时候宫中不得安宁，现在终于平息了。我知道你们好奇，这个妖怪到底是什么来头，为什么凭空出现？太后，妖怪抓住就得了，咱们呐可一点也不感兴趣。如果我说根本就没有妖怪，是有人做出来的妖怪，而且还是长得像去世的李妃模样的妖怪，你们也不好奇这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？长得像又怎么样？这人呐，死了就是死了，难道还对他念念不忘？庄妃，你说说。有人利用像李妃的傀儡出来生事，到底有何目的呀？臣妾认为，用逝者的身份来扰乱现在，其心可诛。哼，好一个其心可诛！保护太后，护驾！快护驾！保护太后！袁太太，那个女妖就是小蘑菇放走的。我，师傅，不是我，师傅，滚！是一个白衣女子带走的。你给我让开！他犯了罪，又放走了妖女，理应被我带走。是我让他放走的，这件事情与他无关。你这是在跟锦衣卫作对是吗？既然这样，我连你一块带走。我这么做自然有我的理由，我会去向太后禀明此事的。那如果女妖再作乱怎么办？我以性命担保。女妖不但不会作乱，而且这件事情不日就会水落石出。不好！太后，小道救驾来迟。听不懂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妖怪是你放出来的，你看管不力，惊扰太后，该当何罪？太后恕罪，在下如今已经找到了查出幕后之人的办法，恳请太后让我戴罪立功，隔日公开审问傀儡，查出凶手。笑话！你刚才也看到，傀儡女妖如同行尸走肉，你如何审问？太后，天牧童之言纯粹无稽之谈，您啊不能再相信他了。皇后请放心，我有十足的把握。如果此次我失败的话，甘愿受罚。好歹也是道长及时赶到，老身也算被道长救了一命。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多谢太后。不过这也是最后一次机会。若再没有把握好，道长，你就自求多福吧。你也退下吧。微臣告退。天牧童，既然这人不是你放的，你为什么不说实话？说了又有什么用呢？只会连累一些无辜的人。况且，确实是我看管不力。妇人之仁。
云姑娘也是有恻隐之心的人，如果你站在我的立场，你也会这么做的。你又怎么了？师傅，我连累你了。没事啊。师傅，要不你骂我吧，要不你打我，要不你蹂躏我，你这样我心里不舒服。师傅，你说明天要是审不出来，怎么办呢？你说，要不我们私奔吧，行吗？跟女孩子一起逃，那叫私奔。跟你，跟我，好，可以啊。那我就明天跟你一起死，反正能和你死在一块儿，我也是很开心的。嗯，你说是吧，师傅？哎，师傅，师傅，你别过来啊！我要去找妖女，好好聊一聊。跟女妖单独聊聊，那乐平不就没戏了吗？锦城啊，最近那个小道士那边有什么情况吗？回娘娘，这个天目童天天带着女妖关在屋内不出来，没什么动静。刚刚那个是不是现在经常跟小道士身边的小太监？回娘娘，是的，这个小太监叫小蘑菇，他平日里是油头滑脑，可是自从跟了那个道士以后，突然整个人都变了，到处飞扬跋扈。哼，这也难怪嘛！现在小道士得势，跟班的还不跟着哗众取宠啊？你把他给我叫过来，搓搓他的锐气。这皇宫可不是一个小道士就能搅和的，顺便了解了解道士的情况。是。小蘑菇，你给我站住！娘娘驾到！皇后娘娘，听说你最近跟天目道长走得很近啊？并没有，娘娘，您令我最近。哼。那天目道长最近对妖女的案子有研究出什么方法没？哦，我师傅啊，他把这个案子已经还那样。哼，那看来天目道长的道法也不是那么强嘛。嘿，皇后娘娘，话可不能这么说，我师傅可厉害了，他已经把那个妖女给也就那么回事儿，还那样。好吧，你下去吧，没事儿。哎，我走了啊。娘娘，就这么让他走了？哼，那小道士肯定琢磨出些什么，不过肯定也没告诉这个小太监。放就放了，以后多盯着他点儿。是。主人，天目童即将公审傀儡。静观其变。你是谁？
怎么会连字都不认识呢？你是谁？我为什么会在这儿？太后有旨，请天目童道长押解女妖进宫。道长，就算是和她相貌长得差不多的人，我也于心不忍呐。就别让她再遭罪了。你放心吧，是谁的错，最后就让谁来承担。道长平息了后宫之乱，值得嘉奖。不过，这个妖孽该如何处置呢？回禀太后，这位姑娘并不是李妃，也不是什么妖女，她只是一个长着李妃样貌的人。她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操纵了，她是无辜的。被操纵？那这些事儿也都是他做出来的。她被操纵的时候完全没有意识，醒来的时候也没有记忆，而且她还可以帮助我们戴罪立功，帮我们找出这背后的操纵者。难道操纵者就在后宫？操纵者就在后宫，只要我们能够把他们集结起来，小道就能够用道法让这位姑娘把她给找出来。公主，万一被人发现了怎么办？皇后娘娘可不准你出门。有天目道长在，我才不怕。小道长，可以开始了。哎，我师傅真帅。要是我现在掉下去，天目道长恰好抱住我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就我们2个人。大家看这位妖女，她并没有任何意识，待会儿她就会自动走向各位，大家不要害怕。不知于大人觉得今天这妖女该怎么审，能审出个什么来？这就要看小道长的法力有多高深了。咱们还是静观其变的好。警卫都能替我作证，我根本不可能作案的。太后，云姑娘并不是什么凶手。胡闹！这宫里岂是你随便玩游戏的地方？也许是因为云姑娘身上沾染了凶手的气味。这样还有点女人的样子。你给我等着！
小道自幼从师傅那儿学道，于心学也有一些了解。但凡人心都有弱点，作奸犯科之人，哪怕他的心理足够强大，也总会惶惶不安。他会时时注意事态的发展，有的甚至还会重返案发地，根据情况予以辩解。今日聚集大家来此，公审女妖，为的就是引凶手前来观看。我敢肯定，凶手就在现场。刚才我让女妖指证凶手的时候，仔细观察过大家的表情。眼下究竟谁是凶手，在下心中已自有数。庄妃娘娘，请你站到傀儡女妖的身边去。天不通，你好大胆！娘娘岂是你能随便指使的？可庄妃娘娘如果是幕后的真凶呢？太后，走一下有何妨？回禀太后，这世间有一些特制的法器，可以远距离的操纵傀儡，就好比庄妃娘娘的这一对铃铛。太后，这铃铛乃是娘家遗留之物，一直留在身边做个念想，怎么会和妖魔鬼怪扯上关系？太后，真的是冤枉啊！我怎么不知道她有这么一对铃铛？太后，庄妃娘娘可能是为了想要随时操纵妖女，就将铃铛带在自己身上。当然，为了避免铃铛发出声响被他人发觉，庄妃娘娘可能故意训练了一套特别的行走技能，让铃铛不发出声响。当然，这也并非是一朝一夕的功夫。庄妃娘娘想必是蓄谋已久。太后，请不要相信这野道士的，他纯属一派胡言啊！太后。大家请看，蛊术控制人，其实靠的就是蛊虫。将蛊虫置于人体内，傀儡就会听人的使唤。如今，在下已将蛊虫逼出宿体，他现在正急着去寻找自己真正的主人。现了妖术，现在你还有何狡辩？臣妾实在有难言之隐，恳请您请皇上回来再做定夺。放肆！你还敢提皇上？皇上如此宠爱你，没想到竟是一个妖女，留你在身边，迟早要了皇上的命。来人，将庄妃打入天牢！拿下！太后，太后！臣妾是冤枉的，太后，臣妾是冤枉的，太后，太后，臣妾是冤枉的，
竟然是庄妃，唉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。渊儿啊，咱们想不到呢，就不要去想，反正现在案子已经破了，对不对？我师傅呢，真是帅的没谁了，棒棒的。这就是我一直梦想中的男人。我要是能和天目道长在一起的话，那我就要幸福死了。我师傅就在中间这么一站，掐诀念咒，那是镇定自若，气定神闲，那场面相当勇猛。用一个字形容我师傅，那就是没谁了，你知道吧，小头，你听没听我说话呀？听了，镇定自若，气定神闲。听了不理我一声。小老头，你说我这么天天师傅的叫他，他什么时候才能收我为徒呢？哪怕就教我一点点法术，一点点也是可以的嘛。哎呀，学什么法术啊？做个普通人多好。不好，我小蘑菇生下来就注定我不普通。干嘛？我在你眉眼之间看出了一丝淡淡的忧伤。你是不是有心事瞒着我？没有。那你说怎么着才能让我师傅把我留在他的身边，作为他的徒弟？你给我出一招，我信任你。8个字：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李飞这个贱人也出现了，多年不见，还是那么惹人生气。哎，不过是个傀儡而已，我倒希望他是真的。我现在恨不得把他从坟里挖出来，看看他手里到底拿没拿着那神鼎。早就有人找过了，只是剩下一对衣冠枕，其他的都不见了。要不也不这般人心惶惶。那你说庄妃的动机是什么？这就不太清楚了。如果庄妃的目的是神鼎，那她定是从皇上嘴中听到了什么，才弄了装神弄鬼这一出。不止庄妃一个，宫里还有个武力高强的，该怎么处置？哎，不就是天目童吗？如果他站在我们这边，我们便如虎添翼；如果他不站在我们这边，大不了把他赶出宫去。实在不行，道高1尺，魔高1丈，找一个比他还厉害的人来治他便是。咱们得去敲打敲打他。哦，对了，我已经跟太后说了，由我单独审理庄妃，可不能再让别人捷足先登了。秘密一定在庄妃的心里。那你心里的秘密呢？本王的心里当然全是你。只要找到神鼎，大事一成，一切便安好。公主驾到！母后，母后，我要见母后。母后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！母后，他们不叫我见你。啊，六王叔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啊，平儿，怎么这么急着找母后？你看都出汗了。来，珊珊。我和你六王叔正商量事儿呢。哦，什么事儿？我正和你六王叔商量着怎么宴请天目童呢。啊，宴请天目童？真的吗？对。那太好了，我也要参加。参加。好，让你参加。那我选一件最漂亮的衣服去。好。吓死我了！本王的心都快跳出来了。师傅，师傅，
师傅，你看看我师傅。师傅，你就不要再躲避我了，好不好？这辈子就注定你是我师傅，我是你徒弟了。嘿嘿，师傅，你看，你教我武功，我好除暴安良，惩恶扬善。行，好，你不嫌我没诚意吗？师傅，请收下徒儿吧，受徒儿一拜。师傅，你在我心里是那样的至高无上，是那样的洁白无瑕，是。我今天就教你个法术。我就说这招管用。你说师傅，是什么法术还掐诀念咒的？你说？你现在终于不能说话了。这个法术会让你在1个时辰里不能说话。公主，你怎么了？快过来！哎，奇怪，为何这宫中的妖气迟迟不散？时辰已到，有请天目童道长赴宴。知道了。你说这件好看吗？还是我身上这一件？这件是不是喜庆一点？到底哪件好看呀？哎呀，公主，我都跟您说了多少遍了，您穿哪件都好看。可是你那么说，我就更不知道穿哪件了。哎呀，公主啊，就是去吃个饭，您至于吗？哼，至于，当然至于。这可是我跟天目童第一次近距离接触。唉，这个天目童真不知道修了几辈子的福气。哈哈哈，平儿今天穿的真漂亮啊，一看就是为贵宾打扮了一番。六王叔，道长是我们的救命恩人，是英雄，我作为公主理应款待英雄。来，那我们共同敬英雄一杯吧。好，修道之人不沾酒水。哎，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这区区酒水，道长就如此在意吗？多谢六王爷好意，恕难聪明。既是如此，我们便以水代酒，敬道长。多谢。道长抓住庄妃，清后宫之乱，立了大功。本宫也想嘉奖于你，但不知道长有何喜好。小道并无喜好。哦，本王想在京城建出道观，奉道长为上卿，道长意下如何？这京城之中，能有六王爷财力者屈指可数。道长，机会难得啊！既然如此，六王为何不用那许多的钱财，做些慈善？如此大兴土木，劳民伤财，恐有天谴。在下修道之人，清心寡欲，于此名利，并无兴趣。道长说笑了，我们只是仰慕道长高超法力。今日道长如此超凡脱俗，更是让我们敬佩。母后，我就说了，天目道长不一样吧？道长果然与众不同。不过有一句话，本王要跟道长讲明：这宫里可不是好待的，要想长久立足，还需要有人扶持。道长，六王爷将心比明月，你应该看得出来。小道自然看得出。六王和皇后娘娘就是相互扶持。
看来道长是不打算跟我等推心置腹了。多谢六王爷美意，小道乃是方外之人，还请见谅。六王叔，就算要推心置腹，也要肚子饱了再说嘛。你们一个劲儿的说话，这菜都凉了。对，先用膳，其余之事再议。那起快吧。贫道还有些事情，先告辞了。母后，哼。不识好歹！这个天木童软硬不吃，而且似乎看出我们的事，该怎么办呢？此人绝不可留，否则必坏我们大事。师傅，师傅你回来了，我在这儿等你。师傅，我等你一天了，你看看我嘛。师傅，我知道，你封我的嘴呢，并不是讨厌我，而是在考验我小蘑菇的耐力和定力。像你们这样的仙人，做什么事儿都异于寻常的，我都懂，我都明白，我懂。那你知道我要做什么吗？小蘑菇，你过来。我问你啊，庄妃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庄，我可以说话吗？庄妃，她不是被你揭穿了吗？她是坏人。我是说她以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之前庄妃挺好的，对我也很好，对大家都很好，方方面面的都不错。庄妃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吗？我是被冤枉的。冤枉？那么多双眼睛都看到了，我劝你还是招了吧，以免受皮肉之苦。我要见太后。看来不用刑是搬不开你的嘴。用刑。王爷，他毕竟……怎么下不了手？我……程志远，好好伺候，这可是你最拿手。是。等他招了再叫本王。王爷。庄妃娘娘，我劝您还是招了吧。我是冤枉的。这7针之刑是前朝传下来的，至今没有人能受得了。